啊点到伊挂好好好咧，啊即摆下底是个头标吼，换到后标吼，毋通去标啦，我会死啦，讲毋通标啦，伊会死啦，啊我过去看吼，常常对后边你听到伊啦，啊边仔吼好贵下啊，点点贵方面点点，伊用钱甲我要咧，啊，讲意思讲不出去啊。 啊，我就是可能甲你甲我指示安尼啦吼，你甲我放肆啊，我就无推出，我就继续念走出来啦，走出来，你嘛走出来，念个，讲啊，看我你做这个死啊，啊，我不是要照着来，这样讲，有啦，啊，你来这样好啊，讲可以到一条好，所以这款事情是啊，可见。 必须到长时间简单的，所以咱大家当将简单得到即时间跟时间，吼，甲会使的吼，第三个吼，第三个讲是新加坡吼，啊，迄个大家拢比较知影吼，比像咱若去开放40外公尺，啊去开放吼。 爱去哪去，咱嘛拢无办呢。爱去哪，是外因兜去，我袂知啦吼。爱去哪去吼，到一个家舍，家舍就会知影多好吼。就从左边吼，西方从后面去倒咧，迄是多河啊，别家的，咧较早标咧从大标是标咧是大标哩吼。 我来讲历史哩吼，编号一般换掉，从仔才开始掉呢，这个人掉过来到掉去啦吼，啊所以无先讨安尼个啦，来这个好啊，啊是安尼啦，啊要掉去吼，啊原来拢做好势啦，咧做标本吼，啊咧做标本，原来迄个做后标，毋通搁了落啦，搁看不出来死啊，吼，啊。 了解我安用法的话，创这个啊，是摆吼，继续了解吼，拄咱是咱是10几楼吼，啊，迄个本是咱顶个下头边啊，搁一个出去是嘛？啊，你来从顶个下头了后，搁一个啥拜点啦，拜8点过，吼，今仔顶个也。 看一个像咧长鸡啊，安尼数一个都安尼出，吼，像咱咧长鸡啊，数一个都安尼出，吼，啊出吼，较面一个溪岭，啊这个溪岭吼，我溪岭内底，安尼啊片啊片片啊，吼，啊伊出这上鸡啊出来这个啊这这头啊这上鸡脚，啊头这上鸡脚呢，啊用这青条带头啊片啊。 甲有条溪岭做做久诶，咱一般连海吼，在海底底啊，有溪岭安尼啦。啊，我点了三步讲了，啊，你点到你讲三步的时阵，家说是拄了来，为我老母来拜拜，在咧念我听无是重点。吼，啊，就拄了做，拄了是啊，啊，是老母娘了拜拜。 在爱的黑色，哎呀，啊什么处理吼？我看这个，我是第二天才处理啊，头我第二天才处理，家这个啊这个过程，咱新加坡过的道，因为咱去新加坡，伊个父亲，拢父亲长期拄伫做迄个过程的家，啊像咱去做迄个过程的家，吼，是安怎做的？买鱼啊，有一拢买，像买鱼啊，买30条，买30条要做3啊，一平甲买10条，啊，少鱼的鱼啊，要开干啊，要讲个给我听，啊，慢做来做到，啊，就你家这个人就知影，啊，一切过来拢去，啊，就去做迄个过程，2个多条。
即摆迄个人才，迄阵啊，咱即个阿爷，新加坡即个阿爷，讲伊讲家己即摆啊，来甲我讲念即摆，念即摆我就出嚟讲哦，有啊，规个内底种背，伊这手挑、骹挑、脚，甲伊个安尼拢总背，甲迄个时阵吼，我就讲啊，你怎家己啊？但是你甲迄个背吼，两个拉背安怎咧？讲我做啦，我2年来练了啊，练起啊，哦，哎，啊，无做啊看啦，一看咧啦，早尾我出年诶，迄是讲临时安尼关键吼，哦，哎呀，啊，我想讲吼，这若有关键啊，讲起吼，这歌安尼个话题比较熟吼，但是安尼，你看安尼咱简单吼，因为安怎讲，因为咱起啊。关到我大陆个出去，咱嘛知影台湾人咧啊，啊去到那是唔敢讲讲人咧啊，拢白讲啦，天都不咧对人去好，咧台湾无去好，所以你咧台湾是去搞，其实咱嘛是这样。哦，啊有人其他讲你讲安这代志是去搞，安尼去讲讲啊，台湾关到人咧啊，无人敢去到，哦安尼哦，啊所以你就头啊。